馬到功成，有求必應。更年賀歲足球邀請賽，球迷睇好波，馬年行運笑呵呵。兩手喐喐，嘴喐喐，即時好口福。兩手喐喐，嘴喐喐，兩手喐喐，嘴喐喐，萬事都滿足。兩手喐喐，嘴喐喐，新春齊恭祝。兩手喐喐，迎春接福 ，Van Houten 金鷹朱古力。駱駝車隊勇闖分秒必爭嘅賽車世界。駱駝車隊準備就緒，第36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再顯雄風。吸煙危害健康。屈臣氏蒸餾水，至清至純嘅選擇。搞啊！起身啦，老公啊！邊個叫你買絲林白蘭長咁舒服喎？嗱，你再唔起身咧，我採取行動㗎啦！唔懂？絲林白蘭床褥特有雙層純棉護墊同寶貝件連鎖彈簧，襟用又舒服。老公，起身啦！嗱，你再唔起身咧，10年不變，今日見啦！絲林白蘭床褥托得你好舒服。時時渴望生日，今年冇生日會嘅，做主角最開心，攀共處共享歡笑，良朋喜相見，生日快樂！多歡笑，味到尾，是你至愛天地。出年再可以喺度開生日會就好啦。微微歡笑，元朗榮華大榮華24、25、26一連3天酬賓大贈送，天然生晒嘅榮華臘腸中西餅食，一律買2送1。欣怡係我個寶貝，當然要食最好㗎啦。當佢6個月大，我特別揀咗安英寶。安英寶完全不含蔗糖 ，BB 冇咁易蛀牙。佢嘅純植物油獨特配方，幫助 BB 消化同吸收。BB 冇熱氣，媽咪都開心啲。欣怡而家又活潑又健康，證明我信賴安英寶係啱嘅。愛護你嘅小寶寶，轉奶要用安英寶，美讚臣榮譽產品。雅芳庭領導寢室新時尚，款歐陸情調，配添居室溫馨浪漫。雅芳庭子母被專為香港氣候度身訂造，簡潔整齊，充分配合繁忙都市節拍。駱駝車隊勇闖分秒必爭嘅賽車世界。駱駝車隊準備就緒，第36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再顯雄風。吸煙危害健康。屈臣氏蒸餾水，至清至純嘅選擇。第36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係由駱駝聯合特約播映。吸煙危害健康。稍後請收睇港台製作嘅《少年警訊》。
歡樂滿東華89。世界通國際流動電話，跨越時空國界，可以選用全港所有無線電話網絡，接收效果清晰絕倫。呢種菲士蘭黑白乳牛嘅奶營養特別豐富，越係營養豐富呢，就越要好好保存咯。得到政府資助嘅子母奶，就係用先進嘅史托克方法嚟消滅細菌，唔使防腐劑，能夠保留鮮奶嘅營養同味道。再用呢個特製嘅樽嚟封密保存，鮮奶響裏面受到嘅保護，仲好過響佢裏面。荷蘭子母奶豐富營養，誰可較量？呢個時候就要用 AA 超能膠啦。AA 超能膠，至幫得你手。蘭加斯丁美容新突破，完美護膚系列，令肌膚細胞充滿個人活力，使皮膚回復天然生氣，保持彈性。蘭加斯丁完美活力啫喱，美容護膚不可少。打邊爐梗係日本製造嘅星牌石油氣爐啦，仲有多款家庭爐具，自動防漏，保用1年。總代理全光行，電話3946060。喺交通意外中受傷嘅人士或死者嘅家屬，可以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經濟援助。詳情請向交通意外傷亡援助組查詢。地址係香港銅鑼灣屈臣道15號維多利中心2樓。電話係570241或者係57022342。一個哥倫比亞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機由波哥大經麥德林飛去紐約嘅時候，喺甘迺迪機場附近，飛機引擎脫落，撞落長島北面嘅一缺山區。暫時知道最少有20個人死咗。歐洲北部受到風暴嘅吹襲，受影響嘅包括英國、法國、比利時以至西德，其中英國受嘅破壞最嚴重，最少死咗30幾人。